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卡域克卡 Sir 咧正式上任，英國時間咧星期二晚啦，曼聯咧正式咧官宣卡域克，連埋咧一大堆咧新官上任嘅訪問啊同埋資料一齊咧就放晒出嚟。然後咧英國時間星期三嘅清晨啦，咁卡域克咧就已經咧就喺天未光嘅情況之下，已經咧就翻到卡靈頓，已經咧即時咧就係咧開始咧帶隊操練，準備咧一嚟咧第一場就要打場超級大戰。星期六晚咧早場咧就對曼城。嗱，訓練嗰度啦，俾埋最新 update 大家咧就係阿麥咧同埋安保姆啦，就已經咧歸隊咧出現翻喺曼聯嘅訓練場，應該咧就會 ready 打翻曼城呢場。咁對我哋嚟講咧，一定咧就有多支強心針先，多翻呢兩位進攻主力先。嗱，咁至於今次條片啦，早兩日咧上條咧，其實咧同大家咧簡介咗一啲咧預計咧卡域克咧將會點樣帶曼聯，而今次就會同大家咧詳細啲去睇埋咧卡域克咧最終確立嘅教練組。當中咧竟然咧就係包括埋前英格蘭助教荷蘭特喎，嗱會同大家咧講下點解，特別請呢位咧修夫基嘅親密戰友咧有咩玄機，同埋咧就係講埋今季咧剩低卡域克咧有咩目標，難度咧有幾高，以至咧冬窗咧會唔會有買賣簽人特別俾卡域克咧？嗱係啦，幾個重點啦，都係會今次咧同大家去講。好啦，咁先係再講少少卡域克咧同埋蘇 B 咧之前競爭今次職位啦，最終咧就卡域克咧勝出。而而家咧有埋嚟自 TA 嘅報道啦，講翻咧就真係咧蘇 B 佢定位咧自己咧就係一位成熟嘅教練，所以咧再翻嚟咧就唔會咧想係短期，而係咧想做一位咧正裝長期嘅 permanent 嘅主帥。咁至於卡域克咧就清晰地咧表達佢明白咧呢個咧就係一個短期職位，所以係啦，兩個咧明顯嘅差別，而後者咧卡域克係曼聯認為今次換帥計劃想用嘅短期崗位更合適嘅人選，所以咧真係咧就最終就揀咗卡域克啦。而留意翻曼聯今次官宣咧，卡域克個 title 咧就係 head coach， 冇用到咧看守或者暫代領隊嘅字眼。嗱 check 翻咧對上嘅。如果你唔計咧臨時帶2-3場嗰啲咧，即係咧對上同樣情況請嘅蘭 Sir， 當時咧寫明咧職位咧就係看守領隊。咁今次咧曼聯咧就真係咧俾足面俾卡域克啦，今次咧請佢咧做 head coach， 係一個咧正正式嘅主教練職銜，只係咧時間上咧比較短，合約期咧就只係到季尾。嗱賽季咧嚟到而家咧就只係剩4個零月嘅啫，比賽咧亦都只有咧17場。咁卡域克咧帶到完季咧就會完成今次任務。而卡域克今次上任啦，另外嘅一個焦點咧就係教練組當中啦，有一名咧之前咧冇點傳過，亦都冇咩風聲嘅荷蘭特咧，最終咧敲定咗係做卡域克嘅副手喎。嗱呢個位咧真係咧就比較值得講啦，同埋咧比較值得睇翻咧當中有咩玄機。咁先係啦，其實你講翻成個教練組，就係咧荷蘭特咧就比較意外嘅啫，因為咧其他幾個其實咧早兩日出嘅片咧都有同大家講咗噶啦，亦都咧預咗會請。當中咧包括活基治，之前咧就係米路士堡，跟過咧就卡域克，兩個咧本身咧就夾熟嘅，今次咧又請埋過嚟。而 U21 教頭賓尼安咧對上2場咧就已經有幫廢柴噶啦，而家咧就幫埋卡域克，亦都係好合理同埋預期之內。再加上咧伊雲斯本身咧就係青訓出身兼。對上近年咧亦有幫到曼聯比賽，有同到啲隊友咧就比較熟悉啲，要埋佢幫手咧，亦都係預期之中。而零舍啦，今次加埋荷蘭特咧就真係咧之前咧冇咩人提過，或者咧係冇瘋傳過。嗱，咁呢度咧就要講講咧我自己而家諗到嘅3個咧幾重要嘅點解咧請荷蘭特啦。嗱，第一咧就係荷蘭特咧睇翻背景，其實咧真係咧一個咧幾資深嘅教練嚟。嗱，09年咧佢又開始喺車仔預備組度做教練，然後咧上到車仔一隊，跟過晒咧保亞斯、賓尼迪斯、摩連奴、希丁克同埋干地咧做助教，喺英超嘅作戰咧經驗咧非常豐富。而仲有當然係呢位荷蘭特咧，其實咧睇翻資料係由英格蘭 U21 開始咧就已經咧跟緊修夫基，然後咧修夫基正式帶大國腳啦，荷蘭特咧當然都有跟埋，同埋修夫基咧一齊咧經歷咗幾次大賽。咁真係咧經驗嚟講，我覺得咧荷蘭特咧就係補翻卡域克啦同埋胡基治嗰幾位咧資歷相對淺啲嘅先，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咧重要嘅 point 先。而第二樣咧就我會諗一樣嘢咧就係，喂，英格蘭對上喺修夫基時代俾到啲咩最大印象俾大家呢？戰績嚟講啦，其實咧連續咧喺大賽度又入4強啦，又入決賽咁，雖然咧最後咧都係輸，但呢啲成績啦已經咧就係英格蘭咧近代最強。咁成績嚟講真係對英格蘭嚟講係咧交足功課，但有咧講翻成績還成績啊！嗱，場面咧就係另一回事。成手大牌揸住啦，踢啲咧好保守嘅波，睇到咧球迷瞌晒眼瞓嘅波，亦都係事實嚟。嗱，呢種咧唔介意場面唔好睇，以成績為最大目標嘅思維咧，我唔知係咪今次管理層揾埋荷蘭特入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啦。
嗱，背後咧發出嘅 message 咧，可能咧就係今季剩低落嚟咁短時間，我哋咧就現實啲啦，唔需要咧追求啲乜嘢遠大嘅理想嘅，唔使打出咧好漂亮、好理想中嘅完美足球先得。當然咧有咧就更好啦，但得幾個月時間啦，得幾個月貨仔咧，臨時入嚟就唔好咁多幻想。咁啊，而家呢今季剩低嘅，我哋咧可能打嘅咧就係現實多啲嘅戰術啦。嗱，贏咧就係好重要。哪怕係咧樣衰地贏咧，都係要講咗贏先。咁我咧就估下呢樣咧，亦都有可能就係今次咧引入荷蘭特嘅策略之一。要佢嘅經驗之外啦，係仲有咧要埋啲現實主義一啲，去輔助咧卡貝克短期內咧拎到想要嘅成績。而至於第三點啦，嗱都係咧大家咧可能好關注嘅一點嚟嘅。好坦白講，無啦啦揾一個，我睇翻報道咧係本身卡貝克咧同埋韋確斯都冇特別關係或者合作過嘅荷蘭特，會唔會呢個 decision 其實咧就係詹 Sir involve 喺當中，甚至係有從中拉線先至促成嘅呢？嗱，合理地估係啦，詹 Sir 咧本身咧同修夫基關係好，咁係咪或多或少有埋個諗法就係今次揾荷蘭特啦，會唔會係借呢次短期機會，順便試埋修夫基嗰套模式喺英超同埋喺曼聯度行唔行得通呢？咁有可能心態咧就係當試埋幫修夫基你提前鋪下路咧都未定下。嗱，當然呢點咧就係我個人推測嚟嘅，真實係點咧就詹 Sir 咧或者曼聯高層先知。而強調翻啦 Romano 咧最新有講，曼聯同埋修夫基暫時為止係冇進行咧任何具體傾談㗎嚇，即係咧 Romano 呢度最新講法就係啦，修夫基同埋曼聯英歷史咧關係都好好，甚至如果曼聯真係有開聲嘅，應該咧就真係好輕易就會揾到修夫基教，但目前為止係未有任何咧關於呢方面嘅進展住。所以係啦，嗱，修夫基嘅前副手啦，荷蘭特而家咧入嚟咧曼聯做卡域克嘅助教，係咪到底多多少少咧有幫修夫基試下水、鋪下路啦、測試下先嘅意味呢？咁啊，大家嚟緊咧就可以自己咧有個判斷。當然呢度咧最後必須嚇，我補埋一句我個人立場先，我咧個人咧就好反對修夫基教曼聯㗎嚇。好啦，咁跟住就講埋卡貝克咧今次咧短期教嘅目標啦，同埋咧冬窗咧會唔會買人咧幫下佢呢？嗱，先係目標咧就好清晰，足總杯咧都玩完埋之後啦，爭取咧下季歐聯位就係呢今季剩低嘅最大目標，好清楚，而難度咧亦都幾高嘅。嗱，曼聯咧目前咧排緊咧第7位，而同第4位嘅利物浦咧就只係爭3分。但今季最大特點咧就係除咗頭3隊之外，中間一大紮球隊咧都係大混戰。嗱，估就估咧今季拎第4要嘅分咧，可能咧係比上季咧要低一啲添，但唔代表易咗嚇。因為咧球隊之間實力咧越嚟越接近，分咧就係難攞咗。而曼聯咧尤其咧越打下游嘅球隊咧就越難拎分咁。最近聯賽咧仲連和咗3場下游隊添，所以係啦，曼聯今季要爭歐聯位咧真係好唔容易。而講到目標要有翻歐戰啦，嗱，對曼聯嚟講咧影響咧都係好大。咁啊今季嚟講啦，剩低嘅主場門票收入，因為咧聯賽杯同埋足總杯咧都係一輪遊，咁啊代表咧今季主場賽事就真係得咧20場啦啫。而用翻上季比例去計一計啦，嗱，單係主場比賽日嘅收入，今季咧就已經咧就比上季咧少1/3，即係曼聯主場比賽收入呢度已經咧就少成咧50幾啦60M英鎊噶啦，咁啊條數咧就係好金。而仲要未計商業同埋歐聯比賽咧，例如轉播嗰啲收益嘅減少，所以係啦，爭翻歐聯位啦，對曼聯下季咧就係好重要，亦係卡貝克咧而家上任去到季尾嘅目標嚟。而至於冬窗究竟會唔會買人呢？嗱，簡單講咧就係最新消息啦。曼聯嘅高層雖然咧知道中場應該要買人，但眼前咧就唔會有長期目標喺1月咧就 available。咁啊，即係1月啦。如果唔係咧，突然有咩主將大傷或者有咩球員走嘅，咁冬窗咧就應該咧就唔會補人啦。咁係啦，卡貝克就係咧要用好咧現時手上有嘅牌，盡力咧去打啦。係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可以加 Patreon 做會員，或者將翻呢個 YouTube 換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